哎，你好，我是武汉，哎，我是武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民警，那个有个情况向您核实一下，就是你们是不是邀请了一个英国人到你们公司去，是访问还是干嘛的？对对对，一个买模具的吗？武汉的，对的。买模具的。对，铸造模具。你们是哪一个公司啊？啊？看你学的怪球模，是在哪个地方？河南省商丘市。商丘是吧？好。对，他已经聊了有1个多月、2个月了，来买那模具。他已经跟你们联系了2个多月了，是吧？对对对，是的。这次准备到你那儿去是看一下现场。对，看一下现场，然后直接买这个模具。签合同。对，是的。大概待多久啊？你们负责接待是吧？对，我们负责接待，但是待多久他没有说明。好，行，好，我就核实一下，好，跟你们有联系就行。好，好，麻烦你，好，拜拜，好，拜拜。